上阵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真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呀？你是真的皇后，妙芝。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走，干嘛呢？捣什么乱呢？走走走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，别乱来啊！想造反了？把朕诛你们九族了！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你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芳芳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？干嘛？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不是好人，弄走！妙芝，朕的皇后！妙芝，安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来来，前面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，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，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